大家好，我係3人班嘅吳日彤。今日我要介紹嘅聖人係聖方濟亞西西。佢出生嘅年份係1182年，出生嘅地方係意大利亞西西。世人稱為聖方濟係生態主保聖人。有一次喺夢裏面，天主同佢講嘢，佢回覆天主話會跟隨主人，唔係僕人。自此開始，佢就重念聖經。佢決心跟隨基督之後，創立咗方濟各會，願意過住清貧一無所依嘅生活，願意將一切美善獻於至高至尊嘅上主。現任教宗選擇方濟各作為名號，就係為咗紀念亞西西嘅方濟各。我認為聖方濟亞西西係一個愛天主、愛世界、愛動物、愛生態嘅人，因為佢可以捨棄財富，跟隨主耶穌，稱動物為兄弟姊妹。佢鍾意大自然。喺日常生活中，我會多捐款俾窮人，過環保嘅生活，愛護動物及生態，嚟效法亞西西。以上就係我對聖方濟亞西西嘅介紹，多謝各位。大家好，我係6字班嘅黎卓宇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聖人係聖保祿。聖保祿原名係掃祿，出生喺塔爾索，位於土耳其嘅東南部。而聖保祿嘅宗徒節日係6月29日。而保祿係個猶太人嚟嘅，係個教人梅瑟法律嘅經師。當保祿聽到耶穌嘅信徒喺度宣講耶穌嘅時候，就會四處捉拿佢哋，阻止佢哋宣講。而有一次喺大馬士革嘅路上面，有一道強光照射住掃祿，有一把聲音就同佢講啦：掃祿，點解你要迫害我啊？而嗰把聲音就係俾掃祿迫害嘅耶穌啦。復活嘅耶穌親自召叫保祿，要向全世界傳揚福音。靠住聖神嘅推動，保祿改變咗啦，成為咗一個熱心嘅基督徒。而保祿就將佢原本嘅名掃祿改為保祿啦。而其後嘅14年，保祿3次去外地傳揚福音，寫咗好多書卷，喺各地建立教會團體，讓人可以認識耶穌。而我欣賞聖保祿佢知錯能改、堅毅同埋力傳福音。而佢一開頭嘅時候係一個猶太人，係教人梅瑟法律嘅經師。但係後嚟佢經過聖神嘅推動之後，佢成為咗一個熱心嘅基督徒，所以我哋就知道佢係一個知錯能改嘅人啦。而喺日常生活入面，我哋可以盡心盡力咁樣做事，多向天父祈禱，同埋努力改變我哋嘅壞習慣。而以上就係我對聖人聖保祿嘅介紹，多謝大家。